我哋已經學習咗死亡嘅真相，知道佢只係生命嘅轉場。然而，對於留落嚟嘅親友嚟講，真正嘅痛苦往往唔係死亡本身，而係我哋對逝者嘅無法放下。呢一種強烈嘅執着同不捨，唔單止俾我哋自己深陷悲傷嘅輪迴，亦可能阻礙往生者嘅靈魂清靜離去。活着嘅人放唔低，心中留有負面能量，影響自己嘅情緒與生活。雙方都放唔低，產生共業連結嘅負面力量，輪迴受苦，靈體不安，對雙方帶嚟長期障礙。身為留低落嚟嘅親友，我哋放低並唔係遺忘，而係最大嘅慈悲。只有當我哋真正放手，祝福往生者安然離去，先至能夠解開彼此嘅業力糾纏，讓生者同逝者都獲得真正嘅自由與解脫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